你知唔知市場都有興奮或者沮喪嘅時候？今日就等我貓 Sir 教你點用 RSI 去捕捉市場情緒啦。RSI 係咩？ RSI 全名係相對強弱指數，就係幫你量度市場有幾興奮或者沮喪嘅一個好有用嘅技術分析工具。當 RSI 高過50，為之市場好興奮；高過70，代表好熱。Hot today！可能有好多投資者太貪心，呢個時候就要小心，因為可能會出現回調。相反，如果 RSI 喺50之下，為之市場沮喪；低過30，代表有啲凍添啦，可能係一個好機會，可以考慮買入。我哋睇下 Bitcoin 喺2024年10月11號 RSI 剛好突破50，係63,000蚊位置就開始升，到咗11月9日 RSI 超過70，市場過度興奮啊，價格去到98,000蚊添啊，但到咗12月23日 RSI 回落至45嘅水平，市場開始沮喪，價格就跌到92,000蚊啦。如果你嗰陣淨係跟住 RSI 操作，係可以捕捉到成段升幅同回調噶。今日講咁多先，想學更多交易技巧嘅話咧，就快啲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入埋我哋 Discord， 有即時市場更新同預測添。我哋下集貓 Sir 投資小教室再見啦。你知唔知市場都有興奮或者沮喪嘅時候？今日就等我貓 Sir 教你點用 RSI 去捕捉市場情緒啦。RSI 係咩？ RSI 全名係相對強弱指數，就係幫你量度市場有幾興奮或者沮喪嘅一個好有用嘅技術分析工具。當 RSI 高過50，為之市場好興奮；高過70，代表好熱。Hot today！可能有好多投資者太貪心，呢個時候就要小心，因為可能會出現回調。相反，如果 RSI 喺50之下，為之市場沮喪；低過30，代表有啲凍添啦，可能係一個好機會，可以考慮買入。我哋睇下 Bitcoin 喺2024年10月11號 RSI 剛好突破50，係63,000蚊位置就開始升，到咗11月9日 RSI 超過70，市場過度興奮啊，價格去到98,000蚊添啊，但到咗12月23日 RSI 回落至45嘅水平，市場開始沮喪，價格就跌到92,000蚊啦。如果你嗰陣淨係跟住 RSI 操作，係可以捕捉到成段升幅同回調噶。今日講咁多先，想學更多交易技巧嘅話咧，就快啲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入埋我哋 Discord， 有即時市場更新同預測添。我哋下集貓 Sir 投資小教室再見啦。